永升上人開示錄1，佛七開示3，念佛功德。反轉嚟睇，呢個世間比起極樂世界就苦得多啦。但係呢啲苦嘅因素離唔開一啲罪惡嘅事情，例如兩舌、惡口、怨恨、貪嗔癡等等。冇好心腸嘅人一定會唔開心。一個唔開心嘅人係由於心裏邊嘅貪嗔癡所驅使，而事實上口唔講是非，是非就唔存在。唔殺生食肉，人就活得輕鬆自在。一個人若果唔依從以上嘅修行法門嚟過生活，佢就會時時都生起怨恨苦惱。呢啲就係佛陀對眾生嘅教導。佛陀係並唔會妄語嘅。人若果心地清淨光明，對世間嘅事物唔執着追求，淨係只求過一種知足嘅生活，只求有衣食，有得住就夠啦。貪嗔癡就會少。一個人應該發心求生極樂，希望成就無上法門，個人就心安理得。心安理得嘅人係冇煩惱嘅，心身清淨自在，口裏念佛，心裏想念住佛陀嘅功德，念佛想佛，將來必定成佛。為咗將來成佛，即使要把一切煩惱都斷盡，唔成佛就會煩惱重重。總而言之，念佛係一種簡易而有效嘅方法。無論任何人，只要誠心念佛，一定能夠往生淨土。